弟兄姐妹平安，周间信息题目遵他而行。圣经哥罗西书古鲁塞萨嘎杜萨这方萨嘎嫩啊杜谢杜那米拉亚杜卡穆吉耶斯基利斯多安啊巴拉达邦萨嘎pahabinangan i masama-maaf nai atmak namu ku nikala在namu阿基格里斯多，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灵魂体伟大的救恩。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使我们可以因着信而被神称为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主耶稣的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进入神的家中。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想要进入耶稣基督更丰满的恩典里，你需要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就是从早到晚顺服神，这就是有纪律的生活。我们的神是有纪律的神，他每一天都有他的计划，他每一天为你的生活定出他的计划。你必须顺服耶稣，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每步跟随主，遵守主的命令，遵他而行。第7节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Kai jikalistuan paramit mapatireng kamu. Susluan ko ni pasipanaan no singsi itamuanan patanagtag tu PTR namo. Uruma satu nanay matungar ko ni pikansya namu tu kawas. 植物有长长的根部扎在地里很深，吸取一切的水分和所需要的养分。基督徒要在基督里扎根，一定要培养聚会的习惯，读圣经的习惯，祷告的习惯，这也是一种纪律，属灵的纪律，才能够把根扎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吸取属灵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水分和养分，不只是生根，而且是建造。一个人建造盖房子需要有计划，需要设计蓝图，按部就班的按着蓝图和计划去建造。同样的，你也应该定下读经的计划，定下你祷告的时间，定下你聚会的时间，这样你才有可能被建造的合乎主所要的样式。既然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我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主耶稣为中心。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既然我们接受基督耶稣为主，我们的行为就必须以主耶稣为中心，在他里面扎根生长，建立信心。我们就是这样受教的，我们也要充满着感谢的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